大家好，可以訂閱我嘛？今次我嚟拍呢個 Obby 跑號嘅，呢個 Obby 係我自己整。B round 法咧有一個，先跳第一個，呢一個上面白色呢嚿係傷害方塊，關 shift 咯，跳開第一人稱，然後就可以上到我呢個 Obby。訂閱咗我嘅話，我會將個 Roblox 賬號分享俾你，你可以加我，然後你自己都可以自己上嚟周圍去一啲地方問下我，然後你自己申發賬號俾我，我就可以加到你噶啦。睇你想唔想咯？唔想冇問題，因為我係一個小型嘅 YouTuber 嚟啊嘛，都係50幾個訂閱者，小型 YouTuber。今日就係入通關呢個 Obby，非常困難，爆炸。咁睇下集我完全通關晒嘅話，就先有20個讚喺一條長影片度，喺呢條長片度，然後就拍第2集登頂。今日我先跑到一半先，因為太難啦。咁其實到咗一半嘅部分啦，咁今日先到呢度，20個讚，下一條登頂一片，拜拜。